生下来，他不哭。尝不吃的。我了。电视的能对还是的。咖喱呀，这拿回去煮着。有。咱锅边点过啊，披萨是你锅边点过啊。哦哟。忙活了大半辈子的母亲，我们和您一样，也在想如何更好地陪伴她。叶子就自己的。有。我打点不得手啊。那很多老友们都。那是这边拿这个，我来要去说。你好，先生，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？你好，你们的移动高清是不是可以看很多新翻译过来的藏语片子是吧？可以的。我想给我的母亲安装一个，你们什么时候有空可以过来安装一下？兰兰，你的移动高清装好了？不行呢。移动高清，给家人更细致入微的陪伴。本次当中正题这时间。会不？我的表哥刚带动俺走了，我等着去干了些呢，可不能。我头去。抖音、